刘轩，咋子嘛？快点，老师他要你搬家，晚上请吃酒，还是在大酒店吃，高档得很。咦，哪个晚上办嘛？他们不信，不收你的嘛。哦，那我到街上去买点东西，等我们一路过去嘛。买啥子嘛买？带张嘴巴去吃都噻，反正他也不收你的。妈，要不得，他再是不收你，你不可能打个空手去噻。那你送了，我不送，又不像的嘛。你个人收了那么多礼品后，你提起和气就得行了噻。哎，也是哎，那你也莫去买了，我也跟你提起和，你把钱给我。要得，我回去把衣服换了去找你们。妈，那几样东西好多钱嘛，我把钱给你。要女的，你给我啥子钱嘛？你给我还算得那么清楚啊？好嘛，还是我自己的妈心疼我哟。等会儿你是噻问你都说给了钱了，我是漏了嘴了。